大家好，大家做譜來講卡，做譜來考抗語能力中高級認證，聽力測驗、口說測驗、閱讀測驗、寫寫測驗。本課程將進行聽力測驗、口說測驗、閱讀測驗3種題型的得分策略。書寫測驗的應考技巧，請參考寫作題型得分策略相關課程。接落來，我們來講聽力測驗。聽力測驗每種分作1、單句理解；2、代數理解；3、篇章理解。呢3種類型的題目，至少只係題目的長短無同款。不過，我們回答的方式係真接近的，只係先贏先鋒，將來分析你先鋒之間的差別，整個自己來填題目，來討出適當的答案。